家行下場，耶！第一次嚟，即係賣啲乜嘢㗎？都係 cosplay 啦，同埋原創嘅一啲寫真啊咁樣。咁你覺得呢個 event 如何？氣氛幾好啊，同埋個攤費幾平，知道點解我喺度啦？啊，因為佢有一個 projector 好大咧，所以我坐喺度都可以睇得好清楚，佢幾好啊！我今日嚟睇我哋朋友比賽，贏咗冠軍，可以去港島join佢哋一個 cosplay 嘅表演。呢個啡色衫、啡色皮衫嘅一個，就係日本評判。跟住我個 friend 就今日係第一場啦，亦都贏咗冠軍，所以佢係可以去到港島嘅。日本港島。哦，你咩聽？我聽講我4日3夜嘅旅程去嗰邊，第2名佢哋都有個台灣之旅3日2夜，亦都係識嘅朋友贏咗嘅。恭喜晒你哋！贏咗啦，耶！去日本玩啊！聽人講呢個場好好行，好舒服咯，同埋參加比賽啦，朝頭早就。想問下你哋今日實際嚟到呢度啦，覺得有邊樣嘢係幾好嘅？但我哋唔夠中嗰個距離，即係唔會話太多人，但唔會話冇人，冷氣啊，其實都好舒服咯。青田之王，老公，你有傾過啲咩？冇傾偈喎，你冇傾偈啊？我真係你傾過偈嘅。我今日係 cosplay 神咯，所以我喺見到佢之前我就扮撩鼻屎，然之後同佢講緊張得個大大聲啊你咁樣，跟住佢就すごい咁樣講咗佢。我係握手啦，兩個都係握手啦，好快嘅，因為佢個流程。我對手唔會使㗎啦。你係諗起去邊個狀況？哇，唔講得出嚟。Starry Sky 嘅七海，お前のこと全力で愛してんだよ。好有印象，佢叫卡庫拉嗰陣時，卡庫拉。我最期待我有個台灣嘅朋友過咗嚟，咁我其實係有一半係為咗佢過嚟，我先至參加嘅。